呢個湯潤燥健脾胃、暖身補氣，好適合加拿大又凍又乾燥嘅秋天。150g 栗子仁，清洗乾淨之後浸喺一煲1500cc 水裏邊2個鐘頭。2個鐘頭之後，300g 2個紅甜蘋果去核切塊，放入煲裏邊。400g 1個水晶梨去核切塊，放埋入煲裏邊。400g 去咗籽嘅日本南瓜，切塊放入煲裏邊。加入2粒蜜棗、8粒無核小紅棗，蓋好，大火煮滾。滾起之後攪動一下，蓋好轉細火煮50分鐘。有1/2茶匙嘅鹽，攪勻。30g 新鮮杞子，蓋好細火煮多10分鐘，咁就做好啦，美味有益。